续来看嘉义县规模上大的私立协志工商，创校49年了。学校伫昨来宣布，明年开始要停招3年，也就是讲，等即摆2000外学生毕业了后，就无再招生了。这是互校友拢真着惊。学校方面讲，因为少子化，来读册的学生是一年比一年较少。 所以董事会开会决定要停招3年来做转型，未来会以国际双语学校重新来出发。伫嘉义县的这间协志工商学校学生无算少，对高一到高三都只要2000外人，到职员嘛有200外个。那个各负责的同学啊，这是校方决定109学年度开始停招3档。将来114学年度，所有的全国的毕业生。 不到17万人，不及时转型，等到3、5年后想转型，那个时候或许我们的财力、我们的人力也没有办法去应验转型的这个契机。因为少子化影响，学生招生率是逐年减少，校方看到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，所以等目前所有学生毕业了后，开始进行转型。希望说以后这个转型会带来更好的。 学校转型也是为学校以后未来打算嘛，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也不错。学生嘛当接受，感觉袂歹。对着现有的教职员，校方嘛予优惠方案。协志工商因应少子化，先退场3档，才个变新。未来会重质无重量，以小型国际学校搁再登场。